你讲啦。哎呦，我若想到讲吼，古早吼，迄舞台的串帮哦，啊，佫有现场的观众，迄实在会笑断人的巴肚肠啊！啊，你都直遐讲，我毋知影有啥物好笑，紧讲咯。我讲一段吼，你知影毋知？我少年的拿手戏那个王宝钏薛平贵啊。知道啊，哎，你们不晓得啊，姥姥年轻的时候扮薛平贵多帅呀！这个戏我知道，对不对？你知道？苦守寒窑18年。好，我们来看那一个王宝钏18年怎么守哦，来看看吧。阿兰呐，换你出台，阿兰。三宝，出。哎，阿兰啊，咱遐食即马着你啊呢？好，背书啊。背书我啦。别食啦，紧去啊！哎呀，我靠啊！自将阮变贵。吃迄落甜母奶啊！四棍八水，吃落嘴内是爬袂开。甘愿对君放弃富贵，阮可是有寒药，难君的回归哦。我本是相夫。甘愿的为君啊，情破意哦。也十八打茶。春秋啊，转三年。哎呦，大爷啦，你有听到无？唱对啊！阿兰啊，汗流十
不是13年啦。后手的野狗，有的5年，东京来15个年呀。还好啊，他反应快耶，够也他请迄个高给5年哦，不然变成只有守13年。还有，还有啊，我现在想到了，还有更好笑。哎，还有更好笑的，你们要不要听？要，快点讲，要听我说。阿仙，哈，你做老船哦，人迄场塑料无够歹，今仔日爱做较歹。免搁较歹咧，知啦，讲一个就知啦，无咱唔免做假，做遮久啊，煞唔知。会啦，免烦恼啦。阿姨嘛，你做老船的小妹爱做较靠边，观众才会同情，知无？较酷较边啊，这要专门的啦。哎呀，啊，你后壁唔知有看唱啊？参详一个好无？你欠我迄钱现啊吼。嘿，你真奇怪呢，已经伫要上台演戏啊，搁咧讨钱，袂晓看时阵。我咧欠人的都无咧急啊，等你红欠的咧急啥啦？敢若惨。谁话你讲啊？我欠人钱是先爱停的，我即马欠这条钱，爱着较加庄呢。你钱若无还我，我是要安怎过？你奇怪，你无钱啊，你就莫结嘛。天台有钱的时阵才来结啊。我即马就手头较红，我若有钱，你免甲我讲，我就家己还你啊嘛。你讨紧你讨啥话？你不？阿叔先生，我出场的时阵哦，你甲我找一个口歌。啊，你敢样唱？哎呀，你找了我就晓啦。哦哎，来。来了啊！唱国歌啦！你是安尼唱国歌啦？现在唱，我哪知？我就甲你讲，拜托你甲我找一个苦歌，哪知甲我喷一个国歌啊！国歌就对啊，你来讲唱国歌哪唔对？好啦，小姐，小姐，阿金嘛，恁来来啦，我有钱啦，你有钱啦，真正是啊，不要就我啦。好啦，你有钱啦，哎呦，卖个气啊，卖个气啊，啊，真是无错，表情我顺赞。来了。嘿嘿，我有去过海南岛，带一个恶送来做某，读书真艰苦，转来无3工，我就走去开查某。阮某知影煞起食醋，两个相拍拍甲，甲我裂破迄落内底裤，我就起毛摆，家斩腹肚，煞
带落又去拍出所，迄个拍出所，知影阮两个阁是翁仔某，叫我破衫破裤，就摕转去家己补，锁落去骂我白鸡仔佬啊，白鸡仔佬。在下老全正是啊！我的爸母啊，拄好生阮两个兄妹啊，要我做军的生理吼，做了无够偌好，拄好干那剩一块册。啊，阮小妹吼，就去互人离婚，当我转来甲我点点啊刻，一块册甲我刻甲强要完去。好佳才王家来讲亲，哈哈，我马上就甲伊答应。要将阮小妹嫁互伊做后收，聘金已经甲人收啊！这个代志我爱互阮小妹也知影咧，应该叫出来甲伊讲。哎，我的好小妹，赶紧出来呀！来了。大哥叫一声，阮就向前来问分名。拜见大哥。免嘞，免嘞。谢大哥。啊，大哥，啊，你叫我是有啥物代志是？有代志要甲你讲啊。因为你吼自从互人离婚，啊，就转来甲大哥遮安尼住一段时间啊。我安尼剩一块册，互你刻甲强要完去啊。迄王家来讲亲，讲要带你去做后收，我已经甲伊答应啊，好准备嫁妆啊。大哥，啊，你要将我嫁出去是？啊，那安尼，我的钱你先还我。你即马住伫阮兜哪有钱？我毋是讲这啦，我是讲你欠我迄还我。即马伫台顶咧演戏，你咧讨啥物钱啊？迄落来才讲，落来才讲啦。拜托的啦，啊我吼爱学嫁妆，你迄钱紧还我。嘿，你是毋知影讲我这个爱面子的时候，我的性地是真歹呢。到这观众的面头前，你安尼甲我讨钱，你是伫咧甲我闹气，你是毋甲我受气了点哈？我就是唔惊啦，啊！你安尼甲我补落去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已经忍你真久啊，吼！自后台我甲你讨到即马，我一直轻声细细咧甲你拜托，你一直拢不爱插我，哈！你即马安那红声，哈？你红声，无你爱想要创啥？要创啥呀？创啥？我即马就互你知，你要走代志，你要走代志，你走代志，你走代志，你走代志，啊！你好大，你莫走，莫走，莫走，你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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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你叫什么呀？啊！你要走的，你要走的。还好啊，像现在啊都可以录影啊，或者是用拍下来的，如果不好可以 NG 重新来过。以前现场啊，那真的是要真本事哎啊！如果唱错的话，人家丢一个香蕉皮啊，丢一个垃圾啊，自己也只有认啊。这还阁有别款，还阁足多。真这样哎呀？呀，所以演戏拢爱注意，唔能爱清清彩彩演的哈。不过我也晓得啊，演戏的时候应该两个人都有套过啊，除非套的时候出了问题，不然怎么会这样呢？也有，也有。太多了。哎呀，讲来听啊，不要你一个人知道，我们都没有办法笑一笑。哦，我今天准备都是要讲的，你慢慢听啊。你就做红豆，你出大了四人辈啊吼。啊，小梁啊，小梁，你做红母镜啊吼，吹只宝罩吼。知啦。人红母笑啊，出来一根痛吼，会记会记，拜托啦，心肝吼，把它做出来，莫遐严犯见啦。我困来，要出台吼。哎，都不错。嘿！这在金殿看世界，将卿有事并无在。你就无咧做先咧看世界。明白了。
来金元殿，金殿挂金牌，金牌四大字外邦，进步来，果然。什么条题？凊彩啦。哦，哎呀，皇帝就是呀。5支早条定殿，将卿有事来奏，无事退朝。请洪武敬觐见。洪武敬觐见，宣洪武敬进殿。宣洪武敬觐见。娘子，有听皇上宣，上殿上金銮。臣叩见五皇万岁，万万岁！洪武敬平身。谢万岁！哎呀，贤卿，果然无旨宣调，有甚物国事体奏咧？启奏皇上，臣有表要奏。有甚物代志，准卿奏来。这个嘛，大海啊！拄啊人咧讲，咱也无咧共听，即摆毋知影想要讲啥啦。我知影，安尼好啦。皇上，请听臣用兵来。哎呀！啊，靠要加，即个讲要走毋走出来，毋讲出来，我知影伊要做啥，我当要安怎甲伊？哎呀，贤卿啊！你上殿要走，互寡人知影。你讲遮紧，寡人拢听无，你搁再走一摆。是袂晓讲，毋知用比的。皇上啊，皇上，你也是听臣用兵的较紧啊。你要讲啥？你毋讲出来？哎呀，卿家，你无讲，寡人拢毋知，搁再讲一摆。我就是袂晓讲，毋知用比的。你哪会听无啦？家己是咧做啥？你要讲啥？你无讲出来，你无走，我哪会知你要做啥？讲啊！我得用比的比过啊，安尼你会知道。哎呀，贤卿啊！皇上，叫你讲，你讲袂清楚，苗苗你是欺君，归去来人啊！在，掠去台。是。稍等咧，稍等咧。你即摆甲我掠去台，等下服务小孩是要叫啥物人出来讨报？这个代志你无讲出来，无你敢若用变，一直变，我哪知影你要做啥？我就是袂晓，毋知用比的，我就袂记的，袂记的，安尼。妹啊，今日阿豪我看病哦，等下好，你甲代志，你甲代志。不过我已经做一个查某囡仔嘞。会啦，查某囝你落台，搁穿好衫也会啦。会记了，会记了。来了。你把家人啊，这东西何必会单贵第一件啊？如意郎君啊，在哪里啊？也匹配良缘，就爱等的好时，良缘来等好时啊！念小喏。
袂累，爹娘担生我一人。哎呀，音缘到时阵也袂听，害阮心头有闷，想要来去花园游赏百花，爱干何在？爱干何在呀？阿妹啊，这里阿妹，阿妹走对。哎呦，这困，这困了，这么这样叫走干了。爱干何在？我是叫查某囡仔，哪会走这只好做？你这个死鸟仔宝啊！人我是咧叫查某囡仔呢，你是来这要创啥物？紧落台啊！哎呦，搁你安尼鸟，叫你落台你是无听的？哎呦，走啦！哎呦，你紧走啦！哎呦，紧落去啦！甲你讲落台啊，好落台啊，哪免着你，你是要安怎啦？紧落去了。那是不是太离谱了？必须快来，别玩了，快去洗手，快去洗手，快点！妈妈，吃饭啦，快来吃饭啦！来啦，姥姥吃饭了。总于要叫吃饭。对呀，赶快吃。哎，小心。话讲完了，笑归笑啊，你们要记住哦，有空啊要常常回来看这个姥姥啊，要不然姥姥太无聊，一天到晚跟这个慌啊，哎。会了，永康嘛。好啦，我替姥姥说了，姥姥的意思呢，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呐，常常都是1年3节才会回家陪老人家。那平常的时候呢，自己认为自己忙，老人家因为体谅呢，老人家也就不要求。可是实际上呢，只要年轻人回来陪姥姥啊，陪老人家都很开心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除了过年过节之外呢，有空一定要常常回家陪老人家。还有，我知道，你看全家团聚的时候，唱歌、跳舞，多快乐啊！姥姥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啊，中国人过去啊，生活啊过得太严肃了，希望从今年牛年开始呢，大家都能够唱歌、跳舞，让自己过得快乐一点。啊！还有，记住了哈，还有姥姥没唱歌。哦，对，姥姥还要唱歌。当然要。姥姥唱歌，你们来陪唱。好。我唱的歌仔戏你们会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也得会。会。我们来唱的歌啊，要祝福我们的观众朋友，他陪我们那么多几个钟头里面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大家一起呢，用歌仔戏的乐曲，也可以唱国语的发音，我们来唱歌仔戏好不好？好，姥姥请。